大家好，我係嚟自陳瑞祺永門中學嘅鍾遠純，我嘅組員有梁可一。我哋今次參加咗創意行動挑戰賽，我哋今次嘅題目係公平同埋合理使用操場。我哋將會分成4個部分去講解我哋嘅計劃。第一個係簡介，第二個係發現問題同埋問卷調查，第三個就係實行同埋收集我哋嘅滿意度調查，最後寫我哋嘅感想。我哋學校好細，只有一個操場，而且平時只係有小六以上嘅同學先可以去大操場上體育堂。雖然平時朝早、小息同中午會開放俾我哋學生打波，但係我哋高小就唔可以去，所以我哋就諗到通過提早預約嘅方法，合理同埋公平咁分配操場嘅使用，可以令每位同學都有機會去使用操場，減少同避免有混亂嘅情況發生，咁就可以令同學都可以玩得安全同開心。我哋點樣發現咗呢個問題呢？我哋高小活動嘅地方只有禮堂同埋愛華樓前地，淨有呢2個嘅地方都唔可以跑步同埋做運動。我哋以問卷調查嘅形式去得到同學們的建議，大部分都贊成同埋好期望今次去大操場打波嘅活動。我哋經過校長嘅同意，我哋就會喺星期5小息嘅時候，就通知同學我哋將會實行呢個行動。高小各級就會有1個籃球同1個排球，好多同學都表示支持同開心，可以喺小息嘅時候活動一下，同啲同學增進友誼。透過今次嘅活動計劃，令我哋學會點樣找出問題、分析問題同埋解決問題，而且有幸得到同學們同埋校長嘅支持，讓高小嘅同學都有機會去使用大操場，令我哋感到很開心，同埋得到大大的鼓舞。因為我相信有良好嘅運動習慣，可以使大家得到健康的身心成長。此外，我哋都要多謝老師嘅耐心指導，給予我哋好多嘅建議同埋鼓勵，使我哋嘅計劃最終可以順利咁完成。多謝大家。